大家好，最近大家行街食飯，或者去茶餐廳飲杯奶茶，聽到最多人傾緊嘅話題，肯定就係啱啱公布嘅2026年財政預算案。每年一度公布預算案嘅日子，大家都金睛火眼望住個電視屏幕，睇下財爺今年有咩派糖措施。今年嘅氣氛特別唔同，大家都經歷過去幾年嘅經濟起伏，出面大環境又唔係話好明朗，好多基層市民同埋老人家都真係勒緊褲頭過日子。一開始好多人估下，究竟今年仲會唔會派消費券呢？結果答案揭曉，財爺宣布咗一個令好多老友記同埋基層家庭都拍手叫好嘅重磅消息，就係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即係大家平時叫開嘅生果金，傷殘津貼，仲有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即係綜援，全部都會發放額外1個月嘅金額。冇錯，就係出雙糧。呢個消息一出，真係成個社區都醒神晒。今日我哋就嚟深入咁剖析下，點解呢個出雙糧加上其他嘅配套措施，絕對係好過再派消費券。甚至乎係可以幫政府慳返一大筆行政費之餘，仲可以真係落到實處，為香港嘅就業同埋消費市場帶嚟一股新氣象。首先，我哋要明白今次受惠嘅係咩人？長者生活津貼同埋生果金，可以話係香港長者嘅定海神針。喺香港呢個生活指數咁高嘅城市，好多老人家後生嗰陣捱生捱死為香港建設，到老咗，如果無豐厚嘅退休金，真係好依賴政府呢筆津貼去維持基本生活。好多65歲或者以上嘅老友記，每個月就係等住嗰筆津貼入落銀行戶口，用嚟買餸、交水電煤，甚至係睇醫生買藥。今年預算案宣布出多1個月嘅糧，對好多中產或者富裕階層嚟講，可能只係一餐高級自助餐或者買件名牌衫嘅錢。但係對於呢班基層長者嚟講，呢額外1個月嘅津貼意義真係非常之重大。呢筆錢可以令佢哋喺未來幾個月裏面買餸嗰陣唔使再下計住，可以買多豬肉煲湯，可以買啲新鮮啲嘅水果，甚至係換過一張保暖啲嘅棉被。呢種生活質素上最直接嘅改善，係任何宏觀經濟數據都無法比擬嘅真實幸福感。至於傷殘津貼同埋綜援嘅受助人，佢哋往往係社會上最脆弱、最需要支援嘅一群。無論係因為身體殘疾導致無法工作，定係因為家庭變故而陷入經濟困境，佢哋每日面對嘅生活壓力都係我哋難以想象嘅。額外1個月嘅津貼就好似一場及時雨，可以幫佢哋解決好多燃眉之急，可能係幫小朋友買套新校服，可能係添置一部必須嘅醫療器材，又或者只係簡單咁交齊積壓咗幾個月嘅租金同埋雜費。呢種雪中送炭嘅措施，比起錦上添花更加有社會意義。講到呢度，一定會有朋友問，點解唔派消費券啊？派消費券個個都有份，大家一齊開心去買嘢唔好咩？的確，過去幾年我哋都習慣咗政府派消費券，每次一派錢，各大商場都人山人海，感覺好似好熱鬧。但係如果我哋冷靜落嚟，仔細諗深一層，喺2026年嘅今日，派消費券仲係咪一個最明智、最有效益嘅做法呢？答案好明顯係否定嘅。第一，我哋講下最實際嘅問題，就係行政費。大家記唔記得，政府每次搞消費券計劃，都要揾幾間唔同嘅電子支付平台合作，好似八達通、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等。呢啲平台唔係開善堂嘅，政府要透過佢哋派錢，就要俾龐大嘅系統設立費、維護費同埋手續費。過去幾次派消費券，政府使喺呢啲平台同埋行政程序上嘅開支，動輒都過億甚至幾億。呢啲係咩錢？呢啲全部都係納稅人嘅血汗錢。如果將呢幾億嘅行政費慳返落嚟，直接派俾有需要嘅市民，受惠嘅人數同埋金額肯定會多好多。而家政府選擇喺綜援、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同埋傷殘津貼出雙糧，做法非常聰明，因為呢個機制本身已經存在。社會福利署每個月都要將錢過戶俾呢啲受助人，
政府只需要喺電腦系統度冚個掣，更改一下當月嘅發放金額，筆錢就可以直接、安全、毫無折損咁去到市民嘅銀行戶口入面。成個過程幾乎零額外行政成本，做到了真正嘅原汁原味，一分一毫都用返落市民身上，肥水不落外人田，更唔需要白白奉獻俾大財團同埋支付平台。第二，我哋要講下消費券嘅局限性。消費券顧名思義，就係只能夠用嚟消費，而且政府為咗防範套現，加咗好多限制，例如唔可以交稅，唔可以交水費電費，唔可以交租，唔可以還債。對於一個手頭寬裕嘅人嚟講，呢啲限制無咩所謂，佢大可以用消費券去買部新手機，食餐好嘅，然後用自己原本嘅現金去交租交費。但係對於基層市民同埋老人家嚟講，情況就完全唔同啦。佢哋最急切需要解決嘅，往往就係呢啲最基本嘅生存開支，每個月嘅租金、水電煤，甚至係看門口嘅醫藥費，呢啲全部都係硬性支出。如果政府派消費券，佢哋望住張八達通裏面有幾千蚊，但係偏偏業主只收現金，電力公司又唔收消費券，嗰種有錢用不得嘅無奈同埋焦慮，真係非筆墨所能形容。而家出雙糧派現金入戶口，就真正俾返個選擇權市民。現金係萬能嘅，佢哋可以用嚟交租，可以用嚟還清爭落人哋嘅錢，甚至可以儲起佢以備不時之需。呢種靈活性係消費券永遠都俾唔到嘅。俾錢基層，最緊要係由得佢哋自己決定點樣用最幫到自己，而唔係由政府或者平台去教佢哋點樣使錢。第三，對於好多老人家嚟講，使用電子消費券本身就係一個巨大嘅挑戰。雖然依家電子支付好普及，但係仲有好多70歲、80歲甚至90歲嘅老友記，佢哋連智能手機都唔太識用，更何況要去搞啲咩實名認證、下載應用程式、掃描二維碼。過去幾年，每逢派消費券，港鐵站嘅八達通服務站，或者政府設立嘅臨時服務中心，都會大排長龍，全部都係啲老人家企喺度苦等，就係為咗搞清楚點樣攞嗰幾千蚊。有啲老人家因為唔識用，甚至要低聲下氣求屋企人或者鄰居幫手，有時仲會引起家庭糾紛，甚至俾啲不法之徒趁機騙取消費券。政府出於好意派錢，結果反而為老人家帶嚟無盡嘅煩惱同埋折騰。呢個絕對唔係我哋想見到嘅畫面。而家直接將雙糧現金過戶入銀行簿仔，老人家只要拎住本紅簿仔落樓下銀行打個簿，見到啲數字多咗，就可以安安心心咁去提款買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慳返幾多腳骨力同埋心機。跟住落嚟，我哋要從宏觀嘅經濟角度去分析下，點解向基層派現金雙糧，分分鐘對帶動本地消費同埋促進就業嘅效果，比全民派消費券更好。好多人有一種錯覺，覺得派消費券逼人買嘢，先可以刺激經濟。但事實上，過去嘅經驗話俾我哋聽，消費券帶嚟嘅刺激作用往往係短暫嘅，好似放煙花咁，燦爛過後就無影無蹤。而且好多中產或者高收入人士攞到消費券之後，只係將佢用嚟替代日常嘅消費，即係所謂嘅替代效應。佢原本都打算買部1萬蚊嘅電腦，而家有幾千蚊消費券，佢就用消費券加現金去買。佢實際上並無因為消費券而增加總消費額，筆錢最後多數都係流咗去大型連鎖店或者跨國企業嘅口袋入面，對本地小商戶嘅幫助其實有限。但係將錢精準咁派落基層市民同埋老人家手上，情況就截然不同啦。經濟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邊際消費傾向，簡單嚟講，就係一個人每多1蚊收入，佢會將幾多先用嚟消費。基層市民同埋老人家嘅邊際消費傾向係最高嘅，因為佢哋本身有好多未滿足嘅生活需求。你俾多1000蚊李嘉誠，佢唔會因此食多2碗飯，但你俾多1000蚊一個執紙皮嘅婆婆，佢一定會全數用晒落去改善生活。
呢班受惠人士攞到額外1個月嘅雙糧之後，筆錢會流去邊度呢？絕對唔係高級商場或者海外網購平台，而係佢哋樓下嘅街市、隔離街嘅茶餐廳、街角嘅藥房同埋士多。婆婆會去豬肉檔買多斤排骨，阿伯會去茶餐廳食多個常餐，綜援家庭會去文具店幫小朋友買多幾本練習簿。呢啲錢係真真正正、實實在在咁喺我哋香港嘅基層社區入面流轉。呢種社區內嘅資金流轉係具有強大嘅乘數效應嘅。街市個豬肉佬賺多咗錢，佢又會去隔離買2件新衫。茶餐廳老闆生意好咗，佢就唔會炒人，甚至可能請多個伙計幫手。就係咁，一筆本來屬於政府嘅錢，透過基層市民嘅日常消費，變成咗社區小商戶嘅收入，再轉化為打工仔嘅人工，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呢種對本地實體經濟嘅支撐，比起大家一窩蜂去大型電器鋪買手機，更加能夠保住基層嘅就業飯碗。喺依家零售業同埋飲食業都大叫救命嘅大環境下，呢種精準滴灌式嘅資金注入，絕對係為市場打咗一支強心針。仲有一個好現實嘅社會現象，我哋唔可以忽略，就係近年非常流行嘅北上消費。每逢週末或者長假期，大家都見到各大口岸人頭湧湧，好多香港人都中意返深圳或者大灣區其他城市食喝玩樂，因為覺得性價比高。如果政府全民派消費券，冇錯，規定咗只能夠喺本地用，但係市民依然可以將原本預留喺香港消費嘅現金慳返起，留待週末北上使費。結果消費券嘅原意就大打折扣。但係今次預算案受惠嘅長者同埋基層市民，佢哋嘅生活圈子相對狹窄，絕大部分人都無條件或者無精力每個星期咁樣舟車勞頓返大陸消費。佢哋嘅衣食住行基本上100%都係留喺香港解決，所以政府將資源傾斜落呢班人身上，可以確保每一分每一毫嘅公帑都係原汁原味咁留在香港本地市場流轉，真正做到肥水不落別人田，最大程度咁發揮帶動本地經濟嘅效用。除咗直接出雙糧之外，我哋亦都要睇下今次財政預算案嘅其他配合措施。政府嘅政策從來都唔係單一運作嘅，而係一套組合拳。雖然政府今年無派消費券，但係喺其他方面都有着墨去減輕市民嘅負擔，例如寬減差餉、補貼電費或者係退稅等措施。呢啲做法雖然唔似得現金雙糧咁直接落袋，但實際上都係減低緊每個家庭嘅恆常支出。大家想象下，一個普通嘅夾心階層家庭，上有高堂下有妻兒，本來每個月都要俾一筆家用父母去幫補生活，而家政府宣布長者生活津貼同生果金出雙糧，父母手頭鬆動咗，做仔女嘅心理壓力同埋財政壓力自然都會減輕，慳返落嚟嘅錢，呢個家庭就可以有更多嘅閒錢留喺本地消費，可能週末一家大細去酒樓飲個茶，或者帶小朋友去主題公園玩下。呢種間接嘅舒緩作用，同樣能夠為市場帶嚟新嘅消費動力。另外，我哋亦都要體諒下政府目前嘅財政狀況。過去幾年因為抗疫同埋推出各項紓困措施，政府嘅庫房其實已經消耗咗唔少，甚至出現咗比較大嘅財政赤字。喺2026年嘅今日，如果仲要求政府好似幾年前咁，動輒攞幾百億出嚟全民派錢或者派消費券，其實係非常之唔現實，亦都唔符合公共理財嘅審慎原則。如果為咗一時嘅掌聲而亂花錢，最終搞到要大幅加稅或者削減醫療教育嘅開支，受害嘅只會係全體香港市民。所以今次預算案採用呢種精準扶貧、針對性支援嘅策略，係一種負責任嘅做法，將有限嘅資源集中火力去幫助最需要幫助嘅弱勢社群，既可以彰顯社會嘅關愛共融，又唔會對政府財政造成不可挽回嘅壓力，係一個平衡得相當好嘅決定。再深一層去睇，今次嘅政策其實亦都反映咗政府施政理念上嘅一種進步。以前派消費券，多多少少帶有一種家長式嘅管治思維，
即係政府覺得市民唔識自己管錢，所以要規定你只可以買嘢，唔可以做其他嘢。但係而家轉為派現金雙糧，係展現咗對市民嘅信任同埋尊重。政府相信市民，特別係基層同埋長者，最清楚自己嘅需要係咩，佢哋有智慧去分配呢筆額外嘅財富。呢種尊重，對於建立和諧嘅社會氣氛，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老人家攞住筆錢，覺得政府體恤佢哋，心情自然開朗，心情好，自然少啲病痛，對公共醫療體系嘅壓力都會相應減少。呢啲無形嘅社會效益係無法用金錢去衡量嘅。我哋試下想象一個具體嘅畫面，住喺深水埗舊樓嘅陳伯，今年已經75歲，平時靠長者生活津貼過活。佢見到新聞話有雙糧出，開心到即刻落樓下同啲街坊傾偈。原本佢對爛咗嘅波鞋一直唔捨得換，而家佢決定去附近嘅鞋鋪買對新鞋，等自己行路舒服啲。鞋鋪老闆做成咗單生意，笑逐顏開。陳伯買完鞋，又去隔籬燒臘檔斬料加餸。燒臘檔老闆見生意好，夜晚又同老婆去附近嘅小炒王食宵夜。大家睇到未？就係因為陳伯多咗呢一個月嘅津貼，帶動咗鞋鋪、燒臘檔、小炒王嘅生意。呢個就係最真實、最貼地嘅經濟內循環。呢種活力絕對唔係一張冷冰冰、有限期又充滿限制嘅消費券可以帶出嚟嘅。總括而言，2026年財政預算案宣布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傷殘津貼同埋綜援發放額外一個月金額，絕對係一項德政。佢摒棄咗過去勞民傷財、行政費高昂又充滿使用限制嘅消費券模式，回歸到最直接、最靈活、最能體現對基層尊重的現金支援。呢項措施唔單止可以精準咁將資源送到最需要嘅市民手上，為佢哋紓解生活壓力，更可以透過佢哋極高嘅消費意欲，將資金直接注入本地社區嘅小微經濟入面，保住街市檔販、茶餐廳伙計、小商戶嘅飯碗，為香港嘅就業同埋消費市場注入一股實實在在嘅新氣象。各位觀眾，唔知你哋對今次財政預算案嘅呢項措施有咩睇法呢？你身邊嘅老友記或者親戚朋友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又開唔開心呢？你哋覺得出雙糧好啲，定係仲係覺得以前派消費券好啲？如果你覺得我今日嘅分析有道理，講中咗你嘅心聲，記得幫我點個讚，將呢條片分享俾你身邊嘅群組同埋朋友，等更多人明白今次預算案背後嘅苦心同埋經濟邏輯。